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在。国会这款修法修法案，协会法庭今日邀请双方来表达对暂时处分的意见。总统诉上代理人就强调，这威胁是一点仔都袂使。最近有2件这爸母抬死囡仔这个行底路案件，专家建议讲，情形唔对身躯边的人也着爱关怀，家己也爱讨救兵。有家长指出讲，这得标区的公立高中本地就较少，加上笔数有问题，会考摕到5A 学生，确实无都读到第1志愿。讲到中国的航空母舰山东号驶入到台海，局势是变甲真紧张。国防部表示，早起有37架中国军机和无人机配合着山东号执行海空联训，日本防卫省也将压着。但是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这山东号经过巴士海峡南边往西太平洋去，国军也会继续监控。中国航艦山東號出現喺西太平洋，加上主副戰機出海軟過大海，相關印太地區嘅局勢緊張。國防部7日發布，偵查到中國殲16、空6、空警500和無人機等等37架次，其中36架次是超過中線和延春線，經過咱嘅南部和東南空域到西太平洋，配合山東號執行海空聯訓。中華民國空軍廣播，位於台灣西南空域高度8000公尺的中共軍機注意。已進入 ADI 里，影響網絡安全，立即回返逃離。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幹部嘛掌握山東號的動態，7日發布通報，在宮古島東南方差不多520公里處的太平洋海域，發現山東號和055型的飛彈驅逐艦延安號、052D 型的驅逐艦桂林號和054 A 型的護衛艦雲城號，當中4隻艦艇組成的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山東號佫執行艦載戰鬥機和艦載直升機的起降任務。我們有充分的掌握，我想可以說明，它不是經過巴士海峽，它是經過更南邊的巴厘島海峽，往西太平洋過去。針對山東號突破第1島鏈，加上美軍當地的夏威夷是開始環太平洋的軍演，美中拼場的意思是真高。郭立雄強調講，國軍有掌握山東號相關證據。另外，因應現代化的作戰，國軍是俄美軍國防創新單位 DIU 新成立國防創新小組，會引進美國成熟科技。立委嘛問講，國軍敢會放棄中科院的研發容量？中科院研發的這一塊，我認為在 DIU。就是說，創新小組成立之後，它不但不會弱化，它應該會隨着我們評估的結果，那它要去做一些相關的整合的這個工作。郭立雄講，國防創新小組未來是重點放喺無人機和反制系統、AI 目標的辨識，但是未放棄國產的無人機。外邊組織的幹部來進行，而且引進 AI 技術，整合戰術來機關運用。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兩岸情勢真緊張，中國敢會去烏咱的友邦呢？外交部長林佳龍就表示，目前10個友邦關係真穩定，外交部也當咧規劃總統賴清德嘅出訪行程。不過，敢會過境美國也是需要評估甲協調。另外，針對到這台海情勢，林佳龍是強調，要落實多邊外交，透過和第1島鏈的國家合作，強化區域安全。謝謝部長在百忙之中撥出時間安排今天的國內媒體記者查詢活動。上天頂第1擺甲媒體臨地，外交部長林佳龍講到台灣外交處境，即嘛是上好也是上挑戰性時刻。外交部會落實價值外交、多面外交、經貿外交，暗過兩岸情勢緊張。台灣目前只存10個友邦，外界煩惱重重，各搶奧卡。就這12個邦交國來講，目前是穩定的狀態。好，那當然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中共，是對外交上面，它有非常多的這個施壓。中共二車歐諾魯林佳龍表示，賴政府就職前後改善強氣，嚴陣以待，目前檢討每個邦交關係，會隨時間拜訪邦交國，也規劃總統賴清德出訪行程。不過拄好美國3幾年是唔是過境美國咧？到友邦有時候會經過美國。所以過境，我們現在都在規劃中，那有決定會跟大家來報告。
中共威胁进兵，林佳龙表示，台湾除了提悬国防自主能力，也结合第一岛链国家交换情报。不过外交官阁出包，为驻美代表意大利了后，阁传出咱驻 WTO 代表卢昌华翁某去口一家人公器私用，驻斐济代表陈英莲被验出滥用公家钱，驻美代表处副组长魏国涵被质疑霸凌同事。我上任之后，其实已经展开详细的调查，那也将调查的结果移送廉政署，也已经将我们驻斐济的这个陈代表已经要调回部里。这问题要如何解决的？林佳龙强调绝对袂安看，也必制定新的采购规范，杜绝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下晡落大雨，包括着信义、大安等5个行政区拢发布淹水警戒。真侪路段因为这雨落了伤过猛，小头白户就开始伫遐积水啊。这信义路段这车行地下道也因为积水进行管制。下雨的分布地点是比较靠近山区，那雨下得很急所以大家会看到路面上有一些的水，但是雨停了之后，其实这些积淹水的现象就会消退。台北市信义区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这积水的情形。上仁路是임加堡的车辆遐悬，信义路5段的这个车行地下道，因为这雨落了伤过大，把积水30公分到50公分。虽然这雨势有较小积水也退，不过车路拢是落寡埋，考虑到这交通安全也是进行管制。另外，这上仁路260号大楼的下沉式广场也有积水10公分。市政府表示，这抽水站会继续抽水，环保局也协助清理，相关路段也要派人指引进行交通的指挥。讲到这家囡仔害死老爸老母这类自杀案件，根据统计呢，对106年到去年已经造成62个囡仔死亡。过来这2天也发生2件类似案件，一件是老母抱着这2岁囡仔对厝尾顶跳落来，另外一件是在沙丁埔有翁婿先甲某害死，这甲6个月大婴仔翕死。老爸家己是来行地路，就专家建议讲，那政府的机关呢，就要强化资源来协助。身躯边的亲戚朋友，若发现讲这办事唔对，就要赶紧来斗3工。若本身碰到问题，共款也要讨救并接是。去年人脚部震动，强忍悲伤，配合剑锋上严，第1天一来失去孙仔查某囝，佫想袂到凶手可能是家己的囝婿。女儿跟她老公平常会吵架嘛？因为不会，就是都不会，让我们都没预警的，经济压力也不会。2个家庭，爸爸妈妈2个家庭都不错啊。这事件发生在新北市沙丁埔，警方初步调查，共大先生查到，疑似先妻太太离开徛家了后，伫车内翕死6个月大囡仔，最后家己也轻生。会惊查到疑似甲经济压力、自己的问题有关系，不过详细动机还佫调查。在台北市北投区马槽桥下，发现刘女的丈夫廖男以及其小孩已经沉尸在车内。进前伫新店一个妈妈带查某囝跳水，台中姚妈妈抱查某囝坠楼身亡。这种杀囝了后轻生的案件，今年7月到即马至少3件，发生事个家庭状况拢无同。不过，爸母将囡仔看作是珍宝，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出现带走无得抵抗囡仔去轻生的想法呢？会觉得他周遭的世界环境对他都非常的不利，所以他不想要把这个小孩子呢也陷入这样的这个不利的状况想要拯救自己、拯救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基本的架构。第2个当然就是本身事实上他是带有仇恨的，他想要泄恨。根据卫福部106年到112年的数据，这种案件造成62个囡仔死亡。对家庭经济问题、健康问题、情感关系等各层面，拢可能是因素之一。不过，太囝轻生事件，自然较歹发现，要安怎防治？他自己应该知道自己不一样了，可是我觉得，有些人还是排拒去寻求帮忙。情绪问题如果改善，自己对很多东西就不会那么容易负面。失业这样的一个状况，不会让我们觉得似乎有立即性的一个危险。我们认为在这些指标上面政府应该在所谓社会安全网的一个领域当中做一个广泛的宣导。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资源去介入。
除了靠政府资源介入，有专家表示，身躯边的亲友加点关怀，注意定调。家长遇到困境，应该勇敢求助，不应该凊彩不断囡仔生命造成悲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高雄石化钢线爆炸事件，到今伫要满10年咯。迄场意外造成32个人死亡，321个人轻重伤，也有3000多名受灾者。这市政府先赔偿这受灾者，结果分做6大案，其中呢来甲这个中油、英化，也有这个华运等业者讨赔偿。其中一案一审是判市政府会当摕到7900多万的赔偿，不过今仔日2审呢，却是甲这金额降到2800多万。原因是这法官认为市政府管理有过失，责任较大，业者赔偿却是无到3000万。市政府表示讲，因会搁再上诉。彩绘饼顶悬写2014年8月7日，这予人永远袂记得一暝。这片饼就伫高雄市的三都路，当时高雄石化钢线起崩的路段之一。10当前，迄场惊天动地的起崩意外，是造成建义小在内32个人死亡，321个人轻重伤。受灾的民众加起来是3140个。高雄市政府以代为求偿的方式赔偿受灾者了后，分作6大案，提告造成事故的中油、英化和华运这公司求偿。其中一案1审是判英华华运公司赔市府7942万外块，2审改认定市府的管理疏失责任有8成，判英华华运干那的赔偿2847万外块。认定之过失责任过轻。本院认为，高雄市政府关于箱涵之发包、验收等过失情节，为系增气爆之主要噪音，应负担80%的过失责任。市府尊重司法判决，但对于法院未能公平追究肇事责任及厘清肇事责任，能深表遗憾。市府表示讲尊重判决，但是对这个结果真遗憾，会上诉到底。嘛讲到这案判赔的金额，就算落尾确定赔偿金变少，市府嘛会甲补甲到，未转去受灾者的身躯顶。10年前高雄石化气爆发生之后，基督公民就有呼吁，就是说，理论上工业管线是应该要退出市区、退出人口稠密区。这个想法到现在其实还是十分的遥远。地球公民基金会讲，起崩了后，高雄市定钢线驻地条例，统一单位去管理全市地下的工业钢线等积极的作为。但替石化业输送原料的936公里的钢线，搁伫地底下，经过14个行政区，要甲工业钢线收缩的环境，对10当前冲击较大，嘛是搁伫个原地。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台里的仁爱病院一个姓王的妇产科医生，自2019年替负责人接生，这医院出事了后就来死亡。家属认为讲有医疗过失，提出告诉，法院是判1审呢，这刑事的部分免起诉，不过民事的部分，医生和病院就要赔予人1400万，病院即马也已经提出上诉。阿英的头壳出现圆圆的伤痕，除了整起来也阁硬化。虽然紧急转病院，有关是救无回来。老爸摕到囡仔的相片，又阁唔甘又阁无奈。2019年6月，林先生陪伊的太太去到台中代理仁爱病院生产，不过囡仔一个出事就袂喘气。家属这期病院伫咧捡囡仔的过程当中有疏失。一次吸不出来，还换了第2个，然后又换了第3个。他也当下也没有决定，也没有正确的去判断决定说是否剖腹生产，然后导致于小孩子待在里面太久。家属不办囡仔一个出事的规身躯全伤痕，控诉病院不当使用真空的吸引，透过司法要来讨公道。法院1审判姓王的妇产科医师刑事不起诉处分，不过民事是认为有医疗过失，需要赔1404万。家属请的律师表示，这是因为家长的被抚养权受到损害。小孩子本来就会有在法律上面本来就有抚养父母亲的义务。那父母亲呢就有受小孩子抚养的权利。那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部分是可以去期待的。你们凭什么一一相护？难道一条生命就这样子结束吗？家属表示，1审判决出来了后，家属阁受到医界的攻击，感觉真委屈。仁爱病院以文理声明表示，规个生产的过程拢是照医疗的规定来进行，而且经过鉴定并无疏失。针对民事赔偿的判决，病院表示尊重，不过已经依法提出上诉。记者综合报道。
高中免试入学前放榜啊，就这新德苗栗区的这个家长讲，这区的公立高中本地就较少，这德考的人口增加，加上这德苗区的笔数有问题，会考摕到5A的学生，说是无法度读第一志愿，就人考虑讲要提早1年，把囡仔刷去台北。休热期间，暑期辅导还未开始，新德高中小可冷清。11新生报道，590个德中人都要入来，有毕业生讲德中录取分数是愈来愈悬啊。好像是5A 4加可以上，那听说是5加嘛，对，5A 5加可以上，就是它分数会越来越高。德国实中是敢若41个一般生的名额，竞争是搁较激烈。结果有24个人是5科拢总 A++， 这本嘛是5级分拢总是正雅录取。不过专中教讲，今年会考较简单，唔拿德苗区，其他都会区的正规志愿录取分嘛拢起哩。因为竹苗的公立学校数比较少，所以它相较于其他的都会学校，它会上升的幅度就相对会高一点。有家长认为讲，新德的公立高中较少，今年的会考容错率较低，加上德苗区的超额比数是3级制，无考到5A 以上，莫讲是第一志愿，连附近嘛无公立学校通读，已经有家长考虑提前1年转学籍去上北。像我们周遭很多朋友就会考虑，那是不是到北基去考？他每一科错4题以上的话，他还是可以读在国立的高中。今年跨区到基北区就读考试的学生，从去年的92人降到今年的84人，也有略略的下降。新德县教育局讲，德苗区今年的录取率99.72%，适性入学的成效袂歹。德中德女录取的状况是和去年差不多。专中教讲，新德人口增加，整体少子化的趋势无变。根据了解，教育部并无新设国立高中的规划，是在新德县以现有的高中升格做完全中学。另外，家长想要互囡仔去上北是会当了解的，但是嘛是要考虑到通学的成本，敢真正对囡仔是一件好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成立75年的北约组织，在美国时间的当地时间周9进行3天峰会。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北约比英国更加强，而且也宣布美国会和其他国家提供予乌克兰更加侪防空军事武器来挺乌克兰，而且是要阻止罗西亚野心。另外，这届峰会呢，北约也会强化和纽西兰、澳洲、日本、南韩4个印太国家的关系，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北约峰会伫美国华盛顿登场，成员国的领袖拢自己出席。伫北约组织成立75当时举办3天的会议，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嘛出席峰会。美国总统拜登伫开幕演讲的时阵表示，成员国伫一直增加之下，暂时的北约组织比过去更加强大。Today, NATO is more powerful than ever. 32 nations strong. For years, Finland and Sweden were among our closest partners. Now they have chosen to officially join NATO. 拜登强调，爱会记哩北约组织的本质是民主，讲到俄罗斯总统普廷对乌克兰的侵袭是想要征服乌克兰，毁掉乌克兰的民主，而且甲乌克兰为地图面顶搬掉。对此，美国会甲德国、意大利等等其他国家，在未来几个月提供乌克兰国土另外的战略防空系统，小停乌克兰，阻止普廷。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嘛敦促西方国家爱用尽一切的代价，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甲弹药。There are no risk-free options in a war. The biggest cost and the greatest risk will be if Russia wins in Ukraine. We cannot let that happen. So the outcome of this war will shape global security for decades to come. The time to stand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is now. The place is Ukraine. 这是对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各国这届峰会未有任何进展。另外，在德比中竞争的局面升温，北约组织嘛按算加强甲纽西兰、日本、南韩、澳洲这4个毋是北约成员国的印太伙伴关系，想要抑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一直增加影响力。伫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嘛伫日本7日下晡出发去华盛顿出席北约峰会。岸田认为俄罗斯甲北韩继续加强军事合作，威胁区域的安全。认为今仔日的乌克兰有可能成做明日的东亚，所以有必要甲北约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而且合作应对超越地理边界的网络、太空这一新安全威胁。公司新闻台是董炳佑。
美国总统拜登想要拼连任，不过党内确实有人出来呼吁讲，就要换一个人来选。另外一方面，前总统川在造势大会顶头呢，提出拜登害民主党特别四线是险差天花岛。这川的副手会是什么人呢？后礼拜共和党大会将可能就会公布啊。Meanwhile, the radical left Democrat Party is divided in chaos and having a full-scale breakdown, all because they can't decide which of their candidates is more unfit to be president, sleepy, crooked Joe Biden or laughing Kamala. 伫咧第一场总统辩论声势大起的川普，趁着这个势，摆伫咧迈阿密的造势活动，考试民主党即马将为拜登是毋是应该继续参选伫咧湾，也批评贺锦丽，该指出讲拜登当初选贺锦丽做副手是正明智的决定，批评贺锦丽无能，甚至民主党人拢无愿意予伊取代拜登成为总统候选人。川普讲，无论民主党最后谁人出来选，伊拢会摕到压倒性的胜利。另外，共和党伫后礼拜全国代表大会会正式提名川普竞选总统，讲是会公布伊的副手人选。川普吹背伫咧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阵讲，伊的竞选搭配副手将会是一个做总统也让表现正赞，会让帮助伊当选的人。You need Marco Rubio fighting for you in the U.S. Senate. He is fantastic. Marco, come on up. Come on up, Marco. 非洲的参议员卢比欧是第二被讲到的副手人选之一，因为伊是古巴移民的后生，会当帮助抢拉丁的选票。因那这个39岁俄亥俄州的新州参议员万斯，也因为听川普名声正响，排伫咧副手的名单内面，不批评拜登政府用司法对川普进行政治迫害。What's going on inside that courtroom is a threat to American democrac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annot have a country where you get to prosecute your political opponents instead of persuading voters. 其他可能的联选又包括进前成立做了正好的北达科他州的州长伯根，也有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科顿等人。川普以前捌讲过，可能要找女性做副手，已经退选的前联合国大使海利也和媒体伫咧讨论。不过目前台面上的联选主要也是以男性为主。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南澳的地中海地区最近天气是真热，这区旱真严重，一寡湖含水库拢变甲干枯枯，这农业和生态拢受到真大的影响。而且这个所在本地就真侪观光客，这供水系统特别无法度应付啊。镜头对天顶翕落去，真明显看到这个湖愈来愈大，愈来愈细。南澳的地中海国家，伫最近拄到夏季极端降温，可旱的问题真严重。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伫咧过去12个月以来，降雨量只有250毫米，比过去的平均值较低。伫咧岛上唯一的天然湖佩尔古萨湖就拄到存亡的危机。Stagionali che però ci indicano purtroppo una tendenza ad avere anche nel mese di settembre e di ottobre precipitazioni al di sotto della media. Tuttavia speriamo che questi modelli sbaglino e che ancora non sono messi bene a punto, perché attualmente ci troviamo in una situazione di emergenza, ma il prosciugamento totale, soprattutto la mancata ricostituzione dello specchio d'acqua nel periodo. 佩尔古萨湖正常的面积差不多1.8平方公里，是古罗马诗人奥德维所写的隐形的春天。农业专家讲，无水通用将会威胁当地农业活动。科学家也警告讲，可化将会对湖附近的生态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影响生物的多样性。地中海的另外一边的希腊观光胜地纳克索斯岛，是拄着水库打起，海水渗入去农田内面。那城里人也有游客担心，农民也讲，农作物的收成甲以前是袂比的。Η παραγωγή μας κειμενόταν από 3,5 μέχρι 4 τόνους ανά στρέμμα. Φέτος θα κυμανθεί από 1.500 μέχρι 1.700 κιλά. 目前伫咧纳克索斯岛的两座水库，会当用的水量是22万立方公尺，是过去的1/3。当地人口差不多2万人。不过今年热天来遮的游客数量破纪录，供水系统强要无法度负担。有旅馆业者就真无奈讲，伫即马只好是尽量省水，靠家族留来一口钱来应急。公司新闻牛眼编译。
中国第二大的淡水湖、洞庭湖这河边放弃经过抢修，官方媒体是讲7月初8暗时就补起来了。不过这积水超过2亿吨，可能要几60天，水才会当完全消透出去。 现在是8号晚上10点半左右呢，就在刚刚这个华容团州院1线堤防是完成了封堵河龙的工作。甲放弃的所在保护物，对保护内底排积水，甲灾后中继有帮助，嘛对减轻第2道防线，也就是集团迄搭保护的压力有帮助。现在这个水流有点比较急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慎重的往前推进。 目前保护内底的积水有2亿1000立方公尺，水若排了伤凶，保护的安全可能会有问题。水位降低幅度建议1天莫超过30公分，12天差不多会当排出1亿6400立方公尺的水。主要是由这个石块来形成的。 它本身呢可以起到一个挡水的作用，但是呢，它防渗的这个性能要稍微欠佳一些。使用大型的垫排和基排进行排涝。另外一个呢，就是等到外湖的水位下降，与院内的积水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而且稳定之后，再在堤防上面开口，让这个积水能够自排。根据新华社报道，中港中游主要的9公段，繁荣湖区甲洞庭湖区的江河湖库水位目前还是较悬。 加在因为是好天，对防止做大水有帮助。不过保护经过一段时间拢浸伫水底，伫退水期的时阵，保护的安全也是有真悬的风险。也若刷落来10天，长江流域有可能会出现连续性的降雨，保护的工作也是要真谨慎。记者综合报道。 提供一个上盖新的消息，互观众朋友知影，讲到这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早起才去刑事局视察这扫黑大家诈骗的成果尔，想袂到今下晡5点外，伫咧台北市中庆北路天良三温暖的门口，就发生一桩枪案。一名性骗嫌犯伫顶下骹先对2个查甫人开枪，其中一个是这个维珍集团的董事长吴明达，2个人手含骹拢受伤，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也若这个嫌犯已经去到 派出所自首了。警方初步调查，这性骗嫌犯伫迄当时呢是伫咧柜台附近，假做是过路人，等吴明达和另外一个查甫人行出三温暖了后，就对这2个人的脚接片来甲因开枪，落尾随离开现场。这个嫌犯呢就随到附近的联溪派出所投案，而且早犯案用的枪支，还有这枪支壳啊，内面还有11粒的枪支，不过伊犯案动机还佫需要进行调查。 国民党立委罗树堡昨暗塞车伫咧台北市大安区要挖的时阵呢，无让过车路的民众先行，却去弄到2位女性，加在这2位呢拢无生命危险。再去罗树堡伫立法院甲民众会实咧，讲伊毋是故意的，也无食酒塞车，相关责任伊会来担起。非常抱歉。 2摆行礼会室内，国民党立委罗树堡初到暗时，踩车南往北经过台北市大安区瑞安街208巷，要倒挖往西的时阵，疑似无让行人弄到伫咧过斑马线的2个查某民众，造成因骨折和头受伤。A 柱死角没有看到左边2位女士啊，我没有酒驾，而且是绿灯可以左转，啊，就是因为天色太暗。 这个没有看到人，就这样撞了。罗树堡强调讲，代志发生了，已经得到对方的谅解，嘛愿意负完全的责任。2个行人嘛送去仁爱病院检查治疗，好甲在意识拢真清楚，无性命危险。详细肇事的原因，阁要等警方进一步来调查厘清。肇事驾驶经酒测亦无饮酒情形，本案后续将送至交通大队进行初步分析研判。 交通部长李明言早起伫立法院受访的时阵表示讲，要提醒全国的驾驶要注意停让行人，嘛互各县市政府来注意各路口的照明，而且用避雨岛的方式来减少下条视线的死角。记者综合报道。讲到 T-Pass 通勤月票推出到今伫要1年咯，中央安省用3年200亿的经费补助民众坐大众交通，除了年底准备要来推出更较短，也就是14天的 T-Pass。 T-Pass 实施1周年，到6月底，全国已经有7688000人次加达买月票的方案，差不多有5亿7700人次搭各种的运输。交通部后一步要推行无超过14天、时间较短的 T-Pass，
按照年底进行试办。那这个方案的话，在6月25日公路局也都跟各县政府召开讨论的一些这个执行的一些过程。那预计在今年的12月底可以来试办推动。T-Pass 3年投入200亿，以拍3折至5折的优惠，提升民众通勤搭公共运输的意愿。不过运量提升，运具或者是人力煞无一定对得到。国民党立委林派上激励，每一天差不多有4万的家人坐国道客运的往回。不过司机欠人，车帮少。地出车头排队，常常排到落长。如果我们的国道客运没有办法顺利的去符合这大众运输的功能的话，是不是变相的要逼大家去开车呢？我们把驾驶的那个年纪从65岁提高到68岁，让有更多人可以来担任。那第二个有相关的一些加薪的措施，目前平均大概每个驾驶大概有加薪5000块月薪。到目前为止，全国有19个县市推出月票的方案。偏乌卖伫8月份加入，达到20个县市的目标。也若 T-Pass 未来敢会继续来推动，嘛受到大家关注。部长有可能即马若停起来，无要选举，这补助就无要做下袂。目前的了解，包括院的部分也都很支持。民进党立委李坤德质疑讲，今年1月至4月，整体运具搭的人数比2019年，若无增加，颠倒是减少。交通部袂当摕疫情的时期来做比较，都讲是有咧增加。部长李明干讲，国内公共运输还有真大成长的空间，会为各方面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国会这款修法失宪案，宪法法庭今日邀请申请人和立法院来表达对暂时处分的意见。双方一开始就交锋对垒，立法院机关代表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就主张，这失宪申请无合法，宪法法庭无应该受理。不过，总统诉讼代理人洪伟成律师就强调，宪政若准破坏就真歹恢复，这威胁是一点都袂使。针对国会这款修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行政院加总统赖清德要求监察院申请释宪加暂时处分。宪法法庭伫初十进行准备庭书，四大申请人加相关机关立法院伫暂时处分的必要性加急迫性分别陈述。立法机关代表主张，释宪申请无合法，宪法法庭无应该受理。申请人是强调，违宪连淡薄拢袂使。机关宪法诉讼必须就行使职权跟所适用的法规范内容抵触宪法才能申请。那我们主张总统申请不合法。军庭要思考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到底违宪可不可以一下下一点点就好？我想答案是清楚的，就是不可以。电话各自表述了，大法官尤必祥直接点名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问讲立法院对总统若拒绝接受国情报告的邀请，会有甚么款的回应？立法院是不是反制总统的人事权？强调这关系到宪法法庭考虑是不是符合暂时处分的急迫必要性。总统不来，立法院什么事也不能干，那个不是单纯的立法院邀他来，然后立法院任何一个党团片面的就可以决定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需要军庭宣告暂时处分的真正理由？因为一旦总统被邀请到了国情报告，到立法院副国情报告，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能够担保。而这正是急迫性。针对行政院诉讼代理人陈述意见时阵，引用媒体报道批评立法院伤过大，吴宗宪直接反击。对比右边年初立法院在野党团总召喊话说要让执政党找不到人当部长，油盐在耳，我们不禁要令人对于国家机关未来运作感到忧心啊。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他以新闻网的报道用语来当作法规范宪法审查的论述依据，其实这极为荒谬，这在普通法庭也不会见到。双方伫宪法法庭共放要到3点钟，因为大法官对暂时处分的裁定时间范围依照规定是无期限，是不是裁准暂时处分，各界拢伫咧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成功大学能力潜水艇团队讨海人由学生家己做潜水艇，今年有去英国比赛，是第2届参加澳洲国际人力潜水艇竞赛。这回讨海人团队唔但完成全部的赛道通关，也打破顶一回的参赛纪录，最后是摕到第5名。普罗佩拉才拄运行，潜水艇煞慢慢沉落去。中国大地好佳再收落来，就顺利甲救起来。今年澳洲国际人力潜水艇竞赛，6月24到7月初5伫英国举办。成功大学人力潜水艇团队讨海人，在第2代的组织潜水艇佩加索斯号去比赛，摕到第5名，嘛创团队比赛上好的成绩。比赛的时候有发现说，蛮多队伍都是以机械式的操控去作为最保底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先用机械式的方式去操控潜艇，
我们要先把那个潜艇先配重调好，确定是跟水差不多密度，就是中性浮力的状态，这样子它进去才可以直接开。用手去设大帮测试传动系统，团队自2022年第一摆参加比赛，摕到最佳新人奖了后，接落来就开始打造第2代的冲水艇，用16个月的时间完成。今年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17组团队来竞争，并性能和技术在完成各项关键测试了后，入去6强，摕到免决赛的资格。借由上次的经验，看到更多的事情，技术面的设计制造，还是说参加比赛，或者甚至整个团队的组成和怎么样训练，或者是怎么组织运作等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进展。比赛完成，水面顶传出现破声，虽然中捌拄到普罗佩拉登去，道面失控才会突发状况，但是以团队的合作，成员是一个甲难关克服。团队嘛以这摆的经验做后壁整合改进的参考，希望未来会当搁一摆替台湾来拼公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公山的前锋国小加参寮的新兴国小，长期以来拢伫咧推扫无人机的科学课程，训练学生囡仔稳定性，过当接触到高科技。今年有6位学生得到国小组的全国前3名，因12月也要飞去马来西亚参加国际无人机的世界总决赛。学生操作无人机，软过头前的圆箍仔，教练伫边仔提醒因时间，因为因爱伫3分钟内面顺利完成2个关卡。前锋国小甲学校活动中心模拟加做比赛现场，互囡仔练习。参加比赛囡仔讲，虽摸无人机好耍，毋过练习嘛介辛苦，爱学真侪物件。就是在操控无人机用那个钓鱼的时候，要一直很专注，因为只要一分心，那个无人机就会失控。不要放弃，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出去，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高雄参寮的新兴国小甲公山前锋国小，今年是派出这6位学生参加奥赛特无人机台湾决赛，将国小组的前3名总包啊。第一关是障碍撑船，爱操作无人机软过10个船。第2关是钓鱼仔，应该想办法甲摆仔吸掉咧。鱼钓仔是由教练甲囡仔讨论制作，这拢有技巧。鱼钓仔设计就是因未来参加国际赛必备武器。还有磁铁的分布等等，都要一直试一直修。到底是要叠要对中叠、对顶头、对下叠，迄种试过。其实这都要一直测，才慢慢去越调越细，然后去增加我们的速度。2个国小的6个囡仔，12月就要代表台湾参加马来西亚国际无人机总决赛，因会当去甲各国囡仔交流学习，也拍开因的眼界。记者钟义辉高雄报道。明年2025年，上巴要做回来举办世界壮年运动会，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会，4年一摆，也是头一摆伫亚洲举办。有风声讲，这个壮年运动会消息是无啥人知影，上巴即马是赶紧宣传。上巴两位市长今日也做伙开记者会，公布这运动会主题曲，而且两位市长也拢报名，鼓励30岁以上的民众，大家拢来参加。真侪扑克声配上澎湃的歌曲，这是金曲歌王国际化来替世界壮年运动会所演唱的主题曲《金梦想》。歌曲内面除了有中英文的元素以外，更有关注民记来表现出国际性甲台湾特色。每4年举办一摆世界壮年运动会，每年是由双北市共同来举办，嘛是头一摆伫台湾举办，伫亚洲举办。请你参加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留下你精彩的一页。世界壮年运动会是国际性的运动会，但是进前就传出主办社区之一台北市研考会家己做的调查，有7成5的民众唔知影，互人批评讲宣传无够力。双北市长嘛一定家己报名，嘛鼓励民众来参加。35个项目，只要年满30岁就可以报名参加。我跟侯市长我们都有报名啊，甚至有组队参加的团体赛，所以我们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够赶快报名。台北市体育局表示，目前国内外一定有18000人报名参加明年的世界壮年运动会。今仔日推出的大赛主题曲，主办单位表示，后续会继续加强网络甲社群的国内外行销，甲这个国际性的比赛办出台湾特色。记者陈阿选、张俊佑台北报道。台南生化东四寮的清水公园有一个水池啊，这内面拢是大水漂，居民也烦恼讲会生蠓虫，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来处理。不过天气热，这大水漂是发甲真紧，地处水质严重的油氧化。管理单位庆济宫就讲，若要甲总清掉，这是一个大工程，经费因可能无法度负担。对这片3点几公顷的水池看过去，规个青金金，全部拢是大水漂。这是生化东四寮清水公园，逐当风台大雨水来，就是附近社区的扣水池。不过，这阵窟仔内的大水漂，拖甲规世界，甚至冇本色。在地居民惊生蠓虫，望赶紧处理。不过，估计爱开上百万，管理的庆济局无法度负担。都会生蠓虫啊，安尼看到嘛压杂。鱼啊，拢是有巧的啊，水质足歹啊。水质外歹点呗，这现在下这乌蛇软吼，甲伊逼起来，你就唔敢大只做啊。这拢装较做田人啊，大家加嘛来养来创啊，安尼尔。这所以无钱，要用这，唔是讲3-5万就用得起来呢。因为清水公园这块地是庆济公下，虽然107年生化区公所伫周边打造健康步道，不过公所回应也是要由庙方管理。环保团队指出，目前这已经严重的油氧化，加上天气热，和大水漂愈拖愈紧，因认为这要有人长期管理，才能解决这个困境。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定期要去把它做大量的疏伐，你留下小部分让它继续长。它在快速生长过程中，它可以吸收水中的养分，对于水质改善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一定要固定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一口气把它全部都清除掉的话，你今天只清除一部分，过2-3天它又长满了，所以纵使找到经费也很难处理。所以之前有讲到说，可能就是客厅啊。公所指出，这个是10年来头一个发生，到达有完无好的解决方式，只好听候风台天排出去。那环保团队是建议会当清起来，经过拍击地当变成有机质，当做肥料使用。记者苏在南采访报道。对7月开始，这新竹县的关西夜市啊，大头就会搁再提供用一摆就平地碗池，会改用环保餐具，而且民众若准家己炸物件内底，店家会当续5块互你，或者是互人客较大份的。希望大家做回来做环保，减少粪扫。香港的牛排，还有蚵仔煎、臭豆腐，看起来实在有够好食。新竹县关西夜市啊，7月开始摊上全面改换环保餐区。有人支持，有人烦恼，环保餐具无够卫生。会有些疑虑。怎么会有疑虑？就是不耐高温的啊，这些的。会担心卫生问题吗？也是会担心，因为以往我们的一些餐具都是一次性的使用，那么对客人来讲是比较方便啊，但是对于环境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不友善。环保局指出，夜市用的拢是安全合格的餐区，也鼓励民众家己炸环保容器来夜市啊。若是家己炸，摊商各会减5块，也是物件加量。民众只要自备循环容器来我们关西夜市里面的33个店家，那有些店家他会给你就是折扣的优惠，5元折扣的优惠，那有些是会给你增量的优惠。除了减用一届性的餐具，也希望夜市会当减用塑胶盒啊，所以现场有准备二手袋啊，让民众免费使用。新竹县自4年前开始，陆续针对各乡镇以及内湾、台北等等商圈，推广摊商使用环保餐具，鼓励大家用行动做伙守护地球。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根据统计，台湾西药剂的人数超过9万人，排伫咧世界头名。真正捌伫咧西药剂中心服务18年的护理师吴培芬，就和药师蔡家起合作，做伙研发一套药剂病防治的刀仔衣，也4个去办体验活动，希望要让民众拿酸刀仔衣，也认捌到顾药剂的重要性。
民众领导决定行几步，每一个关卡拢有药剂保健的相关知识。这是护理师吴佩芬参药师蔡家琪合作，做伙研发设计药剂病防治的倒仔医，希望民众透过游戏了解安怎预防药剂病。伫咧佚佗内底，因为一直重复，所以你的印象会较深，就会自然记起来。我感觉这个作用足趣味的，会当互更较侪人熟悉药剂的功能，啊，佮有要安怎保护药剂，互身体更较健康。倒仔医设计者吴佩芬进前捌伫西药剂中心服务18年，伊表示，因为药剂病初期无明显的症头，袂少人因为无注意去拖到治疗的黄金时间。伊希望利用倒仔医的方式来推广宣导药剂保健的重要。看足侪患者，因为这西药剂受到足辛苦的，比如讲因食食方面啊，佮要忍受一礼拜爱有3摆注射，过程中我咧想讲，我会使做啥物工，做一寡啥物代志来帮助因安尼。生游戏的过程中，较袂记安尼，所以伊就当分享着互伊的厝内底的人啊，也是甲伊提起讲啊，其实爱做啥物才会当保护药剂。吴佩芬甲蔡家琪去年10月开始推广药剂病防治的倒仔医，目前已经办过10多场的体验活动，未来也按算培养师资，开发线顶版本，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安怎保护药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年第35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夜婆》是原住民班奈的作品。班奈讲，伊细汉住伫咧台南，伊爸爸拢含伊讲台语，台语是伊细汉时的母语。这《夜婆》这张唱片呢，用台语唱出传统农村查甫人的心情甲困境。台顶唱歌的是着第35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的班奈。班奈是原住民，细汉踮伫咧台南，爸爸拢参伊讲台语。对伊来讲，台语是囡仔时期记忆内底的语言。夜婆这张得奖的专辑，描写传统农村女性的困境，这也是伊甲书记创作人瓜地和共同拢有的囡仔记忆。阮细汉时阵，庄卡查某人的命运，用真侪动物啊。物件来写查某人的心情。我家己咧唱的时阵，会感觉着讲，这条歌是咧骂查甫人，咧骂伊，拢无来参与做事啦。拖行李伫28公园行，班奈除了是歌手，过去伊也捌因为争取保存原住民传统领域，踮伫台北市凯道甲28公园超过2600工。这段班奈抗争的过去，拢写入一本册内底，今年5月出版。即卖人咧想土地，就想讲即卖传统领域拢兴互原住民，安尼是毋是阮其他的人就无权状啊？伫阮的文化内面是。阮所有的歌是为土地生出来，因为迄生活甲土地很紧密连结。为2600多工争取传统领域的户外抗争，到心思有路，用母语唱出囡仔时代记忆的台语歌曲。班奈希望大众通为伊的作品当中放下现代社会紧张的步调，慢落来斟酌听，思考囡仔时代环境等等，找到另外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延续去年的计划，今年补助22个剧团到全台湾超过200间的学校巡回演出，要让各地头的学生囡仔拢有机会欣赏到戏剧。今年也增加计划，甲6个地方政府合作，要举办7场外台歌曲，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脱离戏剧的刻板印象，除了传统歌戏的忠孝节义内容，当部分歌戏团加入新的元素，佮参现场的囡仔人互动，唔但互囡仔愿意接触传统文化，也互剧团随新时代的口味做变化。过去呢，你就是讲都看歌戏啦，看这南管北管拢是敢若老岁仔人的专利啦，但是呢，安尼落咱的传统戏剧可能会长进。
互囡仔看创新的戏剧表演。团剧中心延续去年的校园巡演计划，补助22个歌戏、布袋戏、配教戏等等戏剧团队，为即马到11月要行入全台220间学校巡演，其中包括70间偏僻地区的学校。走进校园，吸引小朋友开始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台湾很多剧团还一直保留得很有生命力，我们必须给他提供很多舞台，让他表演，他才能够继续想出一些新的创作。去年的298所学校里面，有高达将近50%的学校开车开非常久，甚至还要坐飞机去的小琉球啊，或者是山上，让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戏曲的美。请囡仔来看戏，除了延续去年的校园巡演计划，今年也增加儿童歌戏、参讨园、彰化、云林、台南、屏东甲台东6个地方政府合作，8月到11月举办7场外台歌戏表演，希望传统台湾传统艺术，增加囡仔对文化的理解甲欣赏能力。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今年巴黎奥运的开幕仪式会伫咧世界文化遗产塞纳河举行。咱来看有一种当咧试营运的飞行计程车。法国政府虽然允准甲这停机坪设在咧河边，不过市政厅却认为讲会有噪音，也有一碳排问题，对环境保护是歹示范，也讲因会提出反对意见。这个象征做飞行机顶有10架电子动力普罗佩亚的飞行计程车，车到得到法国政府批准，伫巴黎东南边奥斯特里兹火车头附近的塞纳河顶悬铺咧停机坪降落。伫这进前，各界拢咧讨论，敢会当伫7月26至8月11奥运比赛期间升空。即马公布落来，停机坪使用的执照会当用到今年12月31。I could fly it easily. 目前试营运的阶段，限制逐工早起8点到下晡5点运作，1点钟飞行袂当超过2届，试营运的期间袂当超过900届。这是巴黎奥利机场营运商巴黎机场集团甲德国电动随地起降设备制造商 Volocopter， 希望透过奥运全球的吸引力，展示飞行客轮车卖当甲红合作随地机场的电动随地起降无人机的停机坪搭配。目前巴黎郊区包括帝国路机场在内，有4个随地机场。奥斯特里兹火车头附近的塞纳河铺咧河顶的停机坪，会是巴黎市区内底头一个。制造商表示，飞行客轮车采集团飞行，未来若有大型的会当做救护车等等的功能。不过，巴黎有真侪市政官员是看了无点，市政厅认为噪音、消磨能源、甲碳排放等等的问题做了无够好，会对政府这项批考提出异议。今麦奥运就要到啊，开幕典礼伫塞纳河顶悬举行是受到大家注目，游船的生意嘛真好。The most beautiful part when you can take yourself in the river and go to the Eiffel. When I started this company 13 years ago, there were only 5 little boats on the river, less than 20 people on board. And now we are at least 50 boats. 罗浮宫、巴黎圣母院、奥赛美术馆拢看会到，包船每点半钟是1000块的欧元，顶时台票3万6。当业者受到邀请，负责伫开幕典礼航行，心内是欢喜甲袂晓讲，会当为巴黎奥运这场盛会有所贡献，伊嘛感觉真荣幸。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